都没有听到三语祷告的声音，没有了。对，我们从那个只有2段祷告嘛，那第2段那个祷告你都还是弹第1首歌，那第2段祷告快到一个。我要切换的时候，我要好林姐的讯号，你再弹第2首歌，好，然后第2首歌我会从头进来，好，那我们现在练就是练，我们把那个2接3练一下就好，那我们接第3的最前面这样子，好，接第7拍哈，我们说最后那个。靠你的恩典站立那边拉7拍，转调到第3首。好来，那个我们丁恩手哈，丁恩手唱一次，然后就是当做结束吧。引我前行，我只愿。站立，灵魂。
谢神，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把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到神你的宝座前，来到神的圣殿，敬拜我们的神。用每一个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心，用渴慕的灵来敬拜他。我们的神是配得称颂的神，我们的神是亘古从早期到永远的神。让每一个人用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诚实与心灵来敬拜他。我们用这首歌来祷告。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会挪移，道路会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感谢神，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但是神明明白白让我们经历不一样的人生当中，我们从这个人生当中数算恩典，要去赞美我们的神，要去称颂我们的神，因为他看每一个人是宝贝。每一个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在他的眼中，都是那戴着戒指、穿着平安的鞋、披着那个袍子的儿子、女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与赞美，请大家开口。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来感谢天父，你，我们要赞美你。主，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诸天要说起你的荣光，穹苍要传扬你所造的。从这日到那日，要发出你的言语；这夜到那夜，要传出你的知识。主，你所造的极其多，全地都要充满你的丰富。天父，我感谢你，你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万物，还有你自己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说我们是你手所造的工，感谢你照你的形象来造我们，又使我们有丰富的灵命。你的灵、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你也教导我们，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儿女，能够承受你一切的丰盛。
主啊，因为你说，你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说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你的能力浇灌我们，使我们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行不厌倦，跑也不疲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我们在圣经当中知道扫罗他大大的迫害基督徒，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耶稣呼召他，改变他，使他从一个迫害者变成传福音的大能勇士。在他被耶稣摸着的时候，他原来的生命，他原来所看重的这些价值，一瞬间就化为乌有，完全的破碎。在他瞎眼的那3天里面，他重新反省了自己，也重新调整了自己。他找到神给他的命定。同时，圣灵也感动亚拿尼亚去为扫罗来按手祷告。亚拿尼亚也知道这个扫罗作恶多端，这个扫罗到处迫害基督徒。可是神，你为什么要感动我去为他来按手祷告呢？他原本不愿意。但是圣灵催逼他去为扫罗来祷告，他就顺服了，也因着他为扫罗来祷告，成为保罗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就让保罗成为去万邦传基督福音的一个勇士。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亚拿尼亚，他就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了这么一次，可是他所
愿意顺服下来的这个举动，却成就了2000多年来基督福音的遍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在我们的十字路口，神有时候会亲自启示我们，可是往往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借着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神将这个感动、这个启示，就放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透过他们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所以，因着亚拿尼亚的谦卑顺服，成就了神这2000多年来的大事。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求主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也就是那个恩典的呼召。你可能是保罗，你可能是亚拿尼亚，无论你是保罗，你是亚拿尼亚，都求神帮助我们，求神那个呼召，求神那个恩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彰显神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职业来祷告。哦，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啊，谢谢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天离地有多高，你对我们的慈爱也就有多深。东离开离西有多远，主，你使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你是满有怜悯的神，压伤的无尾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也是我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求你赐给我智慧和圣灵的启示，使我有属灵的眼光，明白你在我身上的计划，使我谦卑顺服，有勇气去回应主你的呼召。这是你对我的荣耀的呼召，是我的命定，是你要我认真去做的事。天父，我感谢你，你体贴我的软弱，你除去我的重担，你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使我们软弱变为刚强。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承接你全备的恩典与赐福，来成为别人的帮助与祝福，使我身边的人可以因为我来认识你这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我们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用神灵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灵不畏惧，
生活烧尽血迹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里不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灵魂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盼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灵魂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我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我，灵魂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灵魂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我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我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舞场，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的种子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声音播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声音播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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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声音播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你声音播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来祷告，亲爱的父，你用你那神圣的呼召吸引我们，召聚我们，叫我们在你的召命中更深的认识自己，也更深的认识你。主啊，这是何等深刻的福分，叫我们的生命与过去不再一样，我们走的道路跟过往所看见的全然是不一样的，是全新的，是让人喜乐、得自由而且释放的路。主啊，谢谢你，你借着诗歌以及敬拜，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极大的安慰，也预备心要亲近你。亲爱的主，愿你在礼拜中，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极深刻的恩惠，使我们有力量来荣耀你的名，使我们的心更深的顺服你，愿意聆听你的话语，得到真实的平安。谢谢主。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主的主祷文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一起来恭敬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士师记第6章12到17节、第21节，还有33到34节。第二处是在士师记第7章第7节，还有9到11节。请会众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许我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耶和华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掌中。耶和华转向基甸说：去，靠着你这能力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掌，我岂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许我说，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哪，我这一支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如击打一个人。基甸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证明是你在跟我说话。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杖头一碰到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吞灭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从他眼前消失了。那时，所有的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边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过了河，在耶斯列明安边。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把米甸交在你手中，其余的百姓都可以各回自己的地方去。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起来，下去攻营，因我已把它交在你手中。倘若你害怕下去，可以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这样你的手就有力量下去攻营。圣经读到这里，接下来请慧兰小组献诗，所献的诗歌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献诗后，请许传道讲道。传道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我与你同在。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
感谢主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在我们认识你之前，你已经深深的认识我们，又有各样的恩惠扶持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恳求你赏赐智慧，使我们在敬拜中、礼拜中能够明白你的声音，认识你的作为，还有引导。从这里，我们的心能够因此得到释放以及喜乐。谢谢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士师记。那我相信士师记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当中或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话，多多少少都听过士师记里面许多士师们的故事。那像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关于基甸他受呼召的经文。我们教会就有一个牧区叫做基甸牧区，所以相信大家对这个人物应该多少耳熟能详。我自己在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很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士师记里面这些士师或是基甸他所表现出的性情或是他的人格，他刚强或是软弱的地方，很多部分都会让我们读的时候想到说，哇，这个人跟我好像哦，就是会看到好像自己的性格的部分。总是在阅读的时候，又再一次看到上帝借着圣经来照亮自己。所以今天就邀请我们再一次从我们很熟悉的基甸的故事，从他的生命来了解上帝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好，那如果我们对圣经中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有一些了解，就会知道其实上帝会呼召一个人出来，或者说呼召我们有使命感进入一个特定的服事，从来都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下产生这样的呼召的。我们如果比方说我们从基甸的故事如果有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上帝会兴起一个人，常常是因为上帝已经深深的看到这个环境他们的痛苦还有需要，所以他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或呼召放在某某某特定的人身上。那基甸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被兴起的一个士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我们如果手中有圣经可以稍微翻一下的话，或是我们凭着记忆就可以稍微了解到，在士师记第6章的开始1到7节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在基甸的时代，以色列正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外患，叫做米甸人。那我们从1到7节就会发现说，米甸人他们是非常凶恶的民族。怎么说呢？因为经文中记载，他们好像蝗虫一样这么多，把一个民族形容成蝗虫。所以他们一来就会把所有的土产还有牲畜全都带走。好特别哦，到底是怎么劫掠的，很难想象。所以他们等于当这群米甸人来到以色列的土地，然后掠夺一空的时候，他们连一点点的生养之物都没有留给以色列人。然后经文里面记载，这样的日子以色列人过了7年，7年不定时，他们所有生活的财产就会忽然不见，非常的痛苦。所以以色列人忍不住了，起来呼求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记里面，许多外患的入侵其实是和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的这种灵性上的关系是有关联的。以色列人灵性上的不忠，导致周遭的外族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攻击或侵略他们，甚至在经文里面很明白的说，上帝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手段来让以色列人归向他。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到讶异的事情，但我们也不用太过快速的把士师记里面的景况，也就是说政治上受到的辖制与信仰上的背叛是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套用到我们现代的环境，这是士师记特有的以色列那个时候正面对的困难还有文化。好，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基甸就被兴起，
负担着要来矫正他整个国家民族的灵性的一个职分。于是我们就进到了今天的经文，基甸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喽。虽然他是已经在一个世俗化，然后跟着其他的民族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中。好，那我们如果细细的看基甸领受呼召的经文，就会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有趣。怎么说呢？我们今天首先会看到在12节，第6章12节，会看到有主的使者来到基甸的身边。那个时候基甸在做什么？他在拼命的工作嘛。好，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又害怕被敌人发现，被米甸人发现，所以他偷偷的在做他的工作。这个时候，上帝成为一位使者。这个使者，我们可以想象，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好像一个同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之类的，然后来讲祝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的形象。哦，所以就一个传信息的人，使者来到他面前，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哦，一个人突然来到你面前，讲一个很有力量的话。哦，他基甸没有说阿们，基甸他说什么？基甸在13节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情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个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好，所以基甸很好玩啊，他讲话好呛哦。一个人给他祝福，告诉他是你身上有那个勇猛的勇士的气质，结果他说：“哦，好好笑哦，上帝在哪里？那个你讲讲而已吧。”他就这样回。结果没想到，在第14节的地方提到耶和华，就转向基甸，然后继续对他说：“你靠着你的这个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好，接着基甸又说：“主啊，我有何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好，我们看到这边就可以觉得基甸这个人，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直爽，然后很真诚的把他心中的不满、埋怨，还有毫无自信，都真诚的向这个宣称是耶和华的使者的对象说出来了。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甚至是很了解什么出埃及的故事啊，他祖先经历过什么样的大能，这样子的故事的一个年轻人，他当上帝看到他、找到他要用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可能是这个样子。虽然他都知道上帝的故事，但是他的反应第一个，他却怀疑说：“这个故事里面的上帝真的跟我同在吗？他现在还跟我的同胞同在吗？怪怪的呢，实际情况看起来好像跟想的不一样呢。这个带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好像没有听过的那么好呢，不然我们怎么会那么辛苦？”接着，上帝进一步邀请要差遣他来面对他们身处的问题的时候，基甸则回应说：“怎么可能？我才不够好，我那么微小，没有办法。”所以也就是说，基甸这号人物呢，虽然上帝的故事他都听过，但是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他听到的这么厉害，或是这么的照顾他们，他们觉得被遗弃了。第二个，当上帝邀请他的时候，他怀疑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真的有办法执行吗？很可能上帝的邀请或呼召，只是被他当作一个很荒谬的想法，一个外人一闪而逝给他的一个意见而已。因为他看到的自己不是上帝的使者说的那种样子。所以我们在基甸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他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一种很真实的痛苦，就是在困难中没有办法再信任神，这样子的痛苦
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常会遇到的一样。为什么大家都说上帝很好？我看起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上帝却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或是当不少人可能说着上帝让我们在这里一定有他的计划的时候，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着，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甚至上帝的计划透过一些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荒谬的一个意见，觉得怎么有可能？凭我怎么有可能？所以其实从基甸的生命中，或是从他的生命类比到我们可能遇到的信仰境况中，我们遇到一种很深的失望。就是当上帝的故事听多了，有时候见证一直看，但是不见得会带来正面的效果，也不见得会得到鼓励，因为我们心中的黑暗，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听到这类故事，反而更生气、更不甘心，可能会有内心的声音抱怨说：“上帝啊，为什么以前的人都遇到苦难啊，他们你都帮助他，但是我却还在这里苦苦的挣扎、哀求、祷告。”你真的像别人见证的那么好吗？我怎么没有体会到？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经历你？在这个礼拜，其实我参加了一个传道师的培训，当中跟几个牧者在交流分享经验的过程中，这些牧者也谈到自己曾经有过很深的这一种上帝跟自己想的差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痛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牧者，他分享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好好装备、预备好自己，要服侍青少年、做学生工作。他的生命还有他所有的学习，比方说他特别去修习的课程，他特别额外上的课，都在预备他能够更深的装备来服侍年轻人。甚至他要在受派之前呢，都已经有一些联系好、配搭过、有默契的机构，安排好准备要上任。结果谁知道，或许在程序或是毕业的时间点，有一些流程问题，出了一些变化。等到他终于可以顺利被分派的时候，结果出来，他去到非常偏僻的乡镇，然后一个人数很少的教会。那个教会呢，没有他想要服侍的年轻人，只有几个长辈，而几个长辈也没有办法承担太多的服侍量，所以他几乎没有服侍的同工。因此他在那间小教会，每天几乎光是料理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大部分所有的服侍都要独立预备承担的时候，这些事情加起来，他根本没有力气在思考其他的部分，什么怎么呼召那个地方的青年啊，什么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想了。他每天就是很努力的在使这个比较弱小的教会持续的维持每周的状况。所以当他这样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怀疑上帝，说：“上帝，你真的要派我到这里吗？怎么我跟你祷告那么久，我内心那个呼召的感动那么深，你却要我做这样子的服事？”他每一天虽然很认真的来预备教会的侍奉，但他也同时在面对每一天越来越深的，还是想要牧养年轻人的渴望。但实际上眼睛一打开，看到现实的情况是那样，他非常的痛苦。而且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当他和其他的牧者在交流，在交换牧会近况的时候，听到别的牧者的见证，再看看自己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总是感到非常的自卑，总是觉得奇怪，上帝怎么不照我当初这么深的感动预备好的，让我能够去侍奉合适的对象？为什么我也想侍奉主，但是却在这种情况好像动弹不得，不爱他们也不对啊，说自己想要做其他的，好像又哪里怪怪的，不知道怎么分辨。怎么这一位牧者他心中所渴望有感动的意向，好像在这个时候被丢到了一边，自己每天却在做其他似乎跟他原本生命规划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他说，在那段时期，他非常深的在思考：这真的是我的路吗？这真的是上帝给我的路吗？为何上帝把我放在一个没有资源、没有人力的教会，来面对这一些？而且久了，他其实渐渐的也会失去自信，甚至有的时候会感到失去了方向。连牧者都会有这样的心境。为什么上帝没有照人所求的、人所渴慕的来帮助他？有的时候人所求的、人所渴慕的，不是只为自己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渴慕服侍你”，但是得到的情况却又是非常的特别。那到底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上帝到底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来看基甸他在面对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在被上帝差遣的时候，感到怀疑、困惑的时候，上帝他做了什么？我们回到经文的12到17节，当基甸面对这种上帝的作为，他不明白，甚至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样子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细细的看上帝在12节所做的事情。我们曾经刚刚已经有稍微读过，我们再更细的来思考。上帝在12节化身成为一个使者，对基甸鼓励说：“大能的勇士啊，上主与你同在。”然而，我们知道，当这个使者这样跟基甸说之后，基甸把心中的埋怨全都诉说出来。然后，听完基甸的说明之后，很有趣，在第14节有一个细节，在和合本或其他版本，或许台语译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但是在许多译本里面有翻译出来。基甸抱怨上帝完之后，经文记载那个时候上帝转过来面对他。和合本说上帝就看他，很好玩哎。这个人就在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一直讲抱怨他，上帝就这样一直看，你这样想哦，所以很特别。这个人他是在面对跟上帝的关系的痛苦的时候，没想到上帝就在前面观察他，观察他的痛，观察他的内心，认识他。这样的上帝看到他之后，下一句话又说了什么呢？在第14节后面，还有说：“我要与你同在，你会打败米甸人，就像打败一个人一样，这样的轻松。”所以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耐人寻味。这样子一个温柔、不会急迫的指责、打断别人的一个神，就在基甸的面前，面对他，仔细看他，用神的应允的话跟他说话，但是基甸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可以发现他完全专注在环境的困难，还有自己的弱小，完全没有看到这位主已经在观察他、认识他、听他说。而且当主看着他、认识他、听他说的时候，用应允的话语不断引导基甸说出自己的怀疑、身份的困境，到最后，主终于引导他说出了他内心那个最深刻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在第17节可以看到，他说：“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上帝，就是上主。”所以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个内心深层对他和主关系的这个最深刻的祷告，还有恳求之后，上帝的工作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祷告之后，我们如果看21节，就是刚刚我们周报里面的经文，就会看到上帝很快的就显现了。上帝的第一个显现，就是当基甸他拿出礼物要献上给这个使者，可能他不知道他是谁的使者，要给他的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使者用杖，然后点火，那个礼品就全都消失了，然后这个使者也消失了。这个神迹让基甸吓到了。所以他因为这个神迹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呢，首先带领以色列人恢复敬拜的生活，很特别。当他内心那个最痛苦的祷告，就像上周夏牧师讲的那个最真实痛苦的祷告说出来之后，
上帝让他看到这个没有人知道，但他自己心里知道的事情。于是他有力气开始去拆毁一些偶像，带领以色列人重新敬拜主。接着我们又看到上帝不断的施予能力来帮助他。第二个帮助在经文的6章33、34节那边提到，神的灵降临在基甸身上，在外患好像又有动作蠢蠢欲动要入侵的时候，还有力气来号召军队。但是即使上帝的灵在基甸身上了，如果我们对故事熟悉的话，我们还可以知道基甸上帝的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动工了，但他还是很紧张，还是说上帝啊，如果真的是你的话，你再行一个神迹给我看。所以就算有圣灵的同在，人也不是完全的勇敢。好，那上帝就真的用羊毛是否湿的这个神迹呢，来增添他的勇气。好，最后在战争快要开打的前夕，上帝又做了一件违背人性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位基甸先生，你带的士兵太多了，就是虽然我们要面对13万5千人，但是你只要300人就够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太违反我们认知的常理了。不管是教会或是任何或是要带兵打仗，我们一定都觉得人数多多为善，但是上帝说不用多，300个就好。这样子怎么叫基甸有勇气啊？没想到在第7章，上帝又借着让他听到一个在敌营的敌人的梦境，他就从那个梦得到力量来顺服，然后接着基甸就用了奇怪的计谋，然后打赢了这13万5千人，只靠300人。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这几个地方的重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基甸面对上帝的邀请感到困惑的时候，上帝用他的应许的话语一直在引导，让基甸开始一步步的能够跟上帝的应许做真实的对话，敞开心胸，他才开始去理解那个他不理解的上帝是如何与他同在，他才有那个力量开始一步步的去顺服上帝他那特有的动工方式，而上帝他也毫不吝啬，在每一个他需要勇气的地方，都加添他只有基甸自己明白的那种特有的眼界还有力量，让他能够站稳。所以借着这样的方式，他体会到那个与他同在的主，可以渐渐的让他不再聚焦于13万5千人这样子的一个敌军的困难，他渐渐可以把眼目放在那一位神，这一位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大过那13万5千人。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一开始很容易总是想要用世界的方式、世界的角度来证明自己，或是来证明自己的神，甚至来证明自己的信仰。我们很容易求神用符合我们自我认同的方式来荣耀他，就算是牧者也不例外。但有的时候，上帝的做法可能是完全推翻我们觉得这种荣耀神的方式很好啊，但是为什么上帝不成就？完全推翻我们的想象，这种落差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很痛苦。就像我们看基甸一路走来，这个上帝实在是太有创意了，这个带领好像大冒险一样，看起来没有一步是原本的他做得到、想得到的。就像我刚刚前面分享到的那位牧者，他在许多年牧会的挣扎中，他其实内心也慢慢的体会到这件事情。在我们研习会彼此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原先多么想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能够牧养青少年的事业，来喂养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但他后来发现，他只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荣耀神。他花了很久的挣扎，才发现整个过程他的主仍然是他自己。他在向上帝求：主啊，你可不可以用符合我自我认同的方式来让我荣耀你？他在向上帝求那一个他觉得最能证明神大能的那个方式，他脑海里想的那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旁人听了，我们会觉得，哇，这个牧师的呼召对啊，看起来都对，都冠冕堂皇，但是
背后的意念，只有人诚实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的主到底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还是神安排的方式。直到他在剧烈的挣扎后，体会到这一点后，他才开始放下自己为自己规划好的剧本，整个人生的想象重新开始。他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世界会让人想证明自己，就算是牧者，也会想要用很多方式证明自己。所以当他面对了很多困难，资源不够，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很痛苦。他也会觉得，怎么上帝没有办法像他听过的，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是那么的好。然而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开始学会谦卑的看上帝，你的角度，你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角度是，人常常看那135000，但我与你同在的那一个一就已足够。不要去看跟你同工的伙伴是多是少，不单单去数算眼前的困难，不要害怕上帝带领我们走的路，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因为在上帝的同在中，眼前的困难都如同一人那样的简单。很多时候，人聚焦的是那135000，而不是那一位与我们同行的神。这个学习是非常不容易的。当这位牧者他在很深刻的挣扎中体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开始放下自己原先的想象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种比较开阔而自由的角度来欣赏他所面对的困境。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很真实而深入，而不带埋怨的去和教会更多的长辈们建立深入的关系。他发现这些长辈们很特别，虽然身躯不年轻了，但是这些长辈却有一颗跟牧师一样喜爱年轻人的心。所以，当这位牧者他开始在偏乡从零开始做起青少年的事工，完全从慢慢的跟学校建立关系，做客服班，这样一步一步多年的做起之后，他发现这些老长辈是全然的包容支持他的事工，用耐心配合牧师接待孩子，甚至是非常弱势的孩子，这些会友都全然一起承担，去支持陪伴青少年的事工。所以如今10几年耕耘下来，这些孩子都已经变成教会的长职，持续跟牧师同工建造教会。这是一位牧者开始去欣赏他身边这些少少的同工，他身边这些少少的300壮士后发生的事情。他开始认识他的神真的很厉害，而不再是只想着要用厉害的方式证明自己。这个故事非常的发人深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好，但是他的好却是人难以想象，而且是凡人的手难以给予的。我们愿不愿意开始放下那一种想自我证明的视角，开始聆听主应许的话语，开始去看见那位真的很厉害，也与我们同在的神，看重他用他的方式邀请我们敬拜，邀请我们祷告，用他的方式给予我们勇气。我们愿不愿意在自己生活中许多像135000的敌人的困难前，重新把眼光聚焦在神，跟随他每一个呼唤与邀请，跟主来一场超级大冒险。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有新而广的眼界，深深的理解主与我们的同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有创造力的一个同在，叫我们不被眼前的困难而困住。当我们聚焦在神为我们开的路的时候，或许我们也有力量来跟随那超乎我们想象的道路，开始觉得自由，开始觉得释放。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亲爱的父，恳求你怜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父啊，我们当中有许多爱你、敬畏你的人，我们愿意因着你的爱来做梦，做能够侍奉你的梦，做能够与你同行的梦。但是主，有的时候这些梦，我们没有经历过破碎，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原来这些梦的背后的主人仍然是自己。主耶稣，借着这些痛苦或转换的过程中，主啊，你真实的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主，叫我们不再用世界或自己想象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而能够看到是你用你的方式，不断的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成全我们，成全教会，成全你所爱的这个世界。亲爱的父，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还有自由，能够轻松的拿起，也轻松的放下，在跟随你的时候，有全然的自在的脚步。我们跟随你圣灵的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随风而起，而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灵巧，或是跟随你工作的这种快乐，是过去我们跟随着自己想象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得到的。主耶稣，恳求你把这种放手的恩典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叫我们从自己现在与自己期待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个地方有新的眼界，而且得到释放。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大过我们面对的看到的那一切难关。谢谢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因你与我同行。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济。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也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他同行，忧伤是你共济。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慈爱，你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也洋海，有束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以及鼓励。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会众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章6节。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第2页。下周敬拜服事，请侍奉的同工自己留意。第3页各牧区小组聚会讯息，请会众自己过目。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总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请兄姐参加关心还有支持总会各项社会关怀机构的事工。第2点，本教会的各项防疫措施，请大家自己留意。第3点，本会定在7月17号要召开7月份的定期小会会议，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4点，中会的秋季议会定在7月7号召开，请会众也为了中会的事工顺利来代祷。本会也为了本会徐雅茹传道，在这个议会中要接受牧师资格的讲道，能够顺利通过来代祷。第5点，本会8月7号要举行父亲节的特别聚会，邀请了高雄蒋中牧师来做诗歌见证布道。同时，从7月31号主日开始，会举办全家福拍照的服务，邀请兄姐能够踊跃的参加。第2点，本会在8月14号的主日要举行社教46周年感恩礼拜以及圣餐洗礼式，也邀请想要参加的可以在7月31号之前向干事来索取报名单。第5页，本会的门徒培育读经计划，邀请兄姐能够持续的来参加。第7点，教育装备团队开设了有理财有道还有经营有道2个课程，也欢迎兄姐能够有兴趣的踊跃来参加。第9点，今天会举行礼拜后举行庆生会，请7月份的寿星礼拜后留步一起庆生。第6页，本会的讯息，中节执事与秀霞姐妹的长男李建宏弟兄与严丽红姐妹，定在今天下午2点要在本会举行婚礼，邀请兄姐可以踊跃参加观礼，给予祝福。第2点，本会逆增小组的林胜博弟兄与黄希清姐妹在6月30号顺利生下一个儿子，愿主赐福保守他们。牧区团契消息，第4点，提摩太牧区从7月份开始恢复了实体的聚会，那聚会时间是在周6晚间的7点到9点半，欢迎鼓励家中、国中到大学的学生来参加，也请会众持续为了我们的国家、教会的福音事工以及
病痛中的兄姐来持续关怀代祷。总众会消息还有社区消息，请会众自行过目。第8页奉献的部分，如果有出入，请向财务部的同工来进行更正。我们请谢牧师补充报告。谢谢。大家平安。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朋友，坐在李伟教授旁边的蔡宗洲先生，蔡宗，他现在是李伟教授的学生，他以前在东海大学认识神，期盼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多跟我们相处，也更深来认识神，请坐。上帝祝福你。牧师有几件事情来提醒。那我们在周报里面有许多我们在关怀身体、肢体上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在祷告中为了他们来做祷告，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被染疫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我们就为他们提名祷告，也祈求上帝把这个免疫力增强赐给我们大家，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有足够的健康体力来共度这个难关。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渐渐的在这个确诊人数下降的过程，我们一起代祷，一起关心。那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关心，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关心管道，比方说LINE啦、群组的关怀，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小组组员、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关心，也鼓励我们大家逐渐的在这个疫情下降的过程，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参加教会的实体的聚会，这是我们我们要一起努力的。那牧师来补充第二点，就是我们在8月7号我们要庆祝社教46周年的前奏。那我们有邀请蒋忠牧师夫妇，透过他们神给他们很特别的10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膏恩赐，他在世界全地各地都在做这样10个的见证，那很难得我们能够联络上他，他也在8月7号的早上，礼拜天早上2场都在我们教会做这样子的一个10个生命的见证。期盼我们弟兄姐妹们把这个时间留下来，我们一起做实体的敬拜，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聆听神透过他们一生的服事，在10个见证当中，神给他们的祝福，也透过这样的礼拜，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跟祝福。那我们的周年庆是在第2周，8月的第2周14号，我们庆祝46周年，我们也要举行那个圣礼典。如果有预备心要受洗的，可以向办公室的干事来登记报名。所以期待我们再来的7月、8月的教会的各种施工活动，我们都参与其中。那我们最后，我们谢谢我们的雅茹传道，今天第1场、第2场在这里为我们分享，神都与我们同在，这样子一个祝福带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他，我们谢谢他，我们请他起立，我们谢谢他。他也在请坐，他也在这个礼拜4要在兰溪教会，我们台南中会92届的秋季议会讲道，求神保守他，在这个过程都能够顺利，也祝福他。我们感谢他在我们教会3年来的服事，愿上帝祝福他前面服事的道路，也期盼我们在新的1周，我们大家一起更互相扶持、纪念、代祷，让我们在这个疫情过程，我们都在信心上同样的被建造。透过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更让大义工清掉，我们要在神里面更连接在一起。谢谢。会众请起立，吟颂荣的诗歌。吟诗后，请谢牧师祝祷。我的神。
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全备的爱，以及圣灵的帮助眷顾，都与我们同在。更祈愿三位一体、独一真神，我们的上帝赐下坚定的信心，还有他丰沛恩典，从天赐给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闭会。接着，我们要来举办7月份的庆生。在座的7月份的寿星，我们请你们起立好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来祝福你们，求上帝眷顾你们。好，我们一起来。还有吗？除了那个志强长老，我们要请他来为我们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再一次好吗？大声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r 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我们请志强长老、柯大主，谢谢。好，我们请坐，一起来祷告。我们恭敬的将7月份的寿星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用祝福的心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在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当中，你将7月份出生的寿星们赐给我们，有他们与我们在这里，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真是赞美你。我们也祈求天父上帝你的爱，大大的充满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在这个月过生日的时候，更深的来体会主你的眷顾跟赐福，也让他们更深的愿意来爱你。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恩典满满都在我们当中，祈求你将这个恩典赐福在7月份的寿星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让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身体健康都一样的交在主你的手中。天父上帝，求你眷顾我们教会肢体身体软弱疾病的，求你施恩在心灵冷却也是软弱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保守我们再来的日子，新的一周，你的扶持、你的眷顾满满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我们互相祝福好吗？看到你真高兴，耶稣爱你。好，我们前后互相的这样子，能够在实体见到对方是感恩的事。看到你真是感谢神，耶稣爱你，耶稣爱你。